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。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4月6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都在上主的手中，拢在上帝的手头。士师记7章14到23节是我们读经的进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。听了那个人的梦和解释以后，基甸就跪下来敬拜上帝。他回到以色列营里，对他们说：起来，上主把米甸军队交在你们手里了。士师记7章15节。在2000年10月的时候，当我在祷告寻求前面服事的道路，我参加了一次在牧者的祷告聚会。在聚会完之后，印度的牧者克安托牧师为我们来祷告，特别也为我个人来祷告。他祷告的时候发了预言，他说现在正发生一件大的改变，这是上帝要的，他要带领我到新的地方，有新的服事。上帝要使用我做教会与教会的连结，及教会与政府单位的连结。其实在这个祷告服事的前2个礼拜，我刚向教会提出辞呈，而同工也要我在祷告先不要做决定。透过这个祷告服事的预言，我更清楚确信上帝有新的带领，因此我离开了教会，也在寻求。然而神也预备另外一个教会的同工来邀请我，所以我就到了新的教会服事。在服事的过程当中，这个祷告的预言一一成就印证了。原本胆怯充满怀疑的基甸，这是我们在这几天所看到的经文。当上主对他说：我已经把米甸人交在你的手中，他还是会有一些的害怕。上主就命令基甸，不然你去敌营听听看他们的谈话，听完之后你就会有勇气攻击了。因此基甸就到了敌营，他听见了有人对他的战友谈起自己所做的梦。那人说：我梦见一块大麦面包滚进我们米甸人的营地，撞倒营帐，这个营帐就垮了，瘫在地上。他的战友回答：那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，没有别的意思。这个人还会解梦哦，还会说预言。上帝把米甸和我们全军都交在他手里。哇！上帝透过敌人的梦以及他们的对话，让基甸看见敌人心里对基甸和耶和华上帝有相当的畏惧，也因此让基甸有信心可以击败敌人。在第7章结束的时候，基甸转变成为一位大能的勇士。但是在这之前呢，基甸他不相信，他带有怀疑上帝亲口说的话，但是他深入敌营，却相信敌人口中说的话，这当然是一种讽刺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有时候我们也看了圣经，但是我们并不相信圣经中所说的应许的话，却相信其他人口中说出来跟圣经观念一样的话，就好像他们透过他们的生命见证，
见证神的话，我们听了就相信。不过上帝还是怜悯基甸了，他用基甸能够接受的方式，让他来获得勇气。在第7章中多次出现交在这个动词，他都在诉说一切的胜败关键都掌握在上主的手中，他愿意交在谁的手中，胜利就交在谁的手中。基甸听见敌人口中所说的预言，基甸就谦卑跪下来敬拜上帝，愿意把自己交在这位上主的手中。当他愿意把自己降服在上帝的手中，这时候我们看到掌握全局的上主，于是就把仇敌交在他的手中。这是说明这位上主是掌管万有的神。基甸用对上帝的信心作为他全副的军装，向着战场来前进。上帝也给他有智慧和策略，他将300名勇士分成3队，要他们每人拿着号角和一个瓶子，瓶子里有火把，然后要呐喊，为上主杀敌，为基甸杀敌。经文很明显的表示，以色列在袭击敌军之前，各自守在各自的岗位上。可以想象他们在基甸的领导下，使尽吃奶的力气制造噪音。先是洪亮的号角齐响，接着是打碎300个瓶子的声音，然后是震天作响的战斗呐喊声，最后再次响起号角声时，此时他们才开始追击军心涣散的敌军。当时要他们每人拿着号角和一个瓶子，瓶子里有300支火把，可能就是要造成敌人的一个错觉，就是哇，这个敌军声势浩大，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士气。果然在夜晚这样的奇袭，使敌军溃败。这场战役是上主让他们得胜的，为上主使米甸军队陷入恐慌而自相砍杀，不是他们杀，而是他们自相砍杀。上主叫基甸不要靠强大的军事能力和装备，而要依靠上帝大能的手来帮助。所以我们看到号角、瓶子、火把，这是一般的物品啊，怎么能得胜呢？但是就是上帝要使他们得胜，普普通通的物品都能够成为武器。借着基甸生命的见证，是否也激励了你我，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，并相信未来一切都在上主的手中？我们来默想，上主为什么让基甸听见米甸军兵的梦和预言呢？对基甸的生命造成有什么样的影响力？那对于你呢，有没有影响？你相信你的未来都在上帝的手中吗？你愿意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掌管生命的主，借着基甸的生命故事，让我们知道一切万有都掌握在你的手中。你愿意将能力、将得胜交给谁就交给谁。但愿我们先相信你的话，过于人所说的话。祈求您使我们明白您的心意，求圣灵来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疑惑，
也能够帮助我们全心全意信靠并遵行你的话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见。